星辰君悦灣116方嘅4房2廳2衛佈局啊！入到嚟呢度，哇，兩個位置都偷嘅鐵構連板啊！再過嚟廚房啊、客廳、飯廳，又生活陽台，即係做房啦，大陽台、客房、主臥，1、2、3、4、5間房，參觀下先。首先入嚟呢度做鞋櫃，第一塊結構連板 OK 嘅啊，放床、衣櫃都冇問題。咁啊，兜過嚟對面呢邊嚟講呢，一樣大㗎啦，都可以放床放衣櫃㗎啦啊！咁啊轉過嚟，好啦，廚房位 U 型設計，雙門冰箱放得落啊，洗切炒算啦 OK 嘅，反正背靠背做嘢完全冇問題啊，因為呢個空間1.2米左右嘅，入到嚟又係橫廳啊，哇呢個270度採光 OK 啦呢次啊！光線夠㗎啦，今日其實除咗出太陽之外，你睇全部都雲嚟㗎。咁啊呢度一間房，哇哦呢個陽台啊，陽台可以改成房。你想做生活陽台就生活陽台，你想做房就變成咗5房。咁啊呢個位置廚房嚟嘅啊，咁確實係嘅。如果你要封陽台嘅話咧，呢個位置就做生活陽台啦。因為如果咁樣做嘅話，你客廳一推出去，哇更加大，客廳都有飄窗添。但係呢個位置做飯廳嘅話咧，你喺呢度炒完菜搬出嚟，又確實有少少麻煩。哦，好彩呢個廚房佢唔係承重牆啊，到時因為佢無坯交付㗎，你可以做個開放式廚房啦。呢個位置呢埲牆打咗佢完之後咧，咁啊無論邊個嚟做飯廳、餐廳都冇所謂㗎啦。因為咧你咁樣出嚟咧，有個動線係方便好多，會比起喺呢度出嚟咁兜過嚟食飯咧係方便好多㗎。因為咧我哋居家環境學入邊都講過，你屋企要順，做乜嘢都順。咁你出去做嘢先會更加順。咩叫順利？就係咁解。陽台對翻出去咧，呢邊應該係西邊嚟嘅喎。係啊，望翻出去嗰個另一個本土開發商嘅項目啊，西偏南左右啦。咁啊轉過嚟呢邊就係哇公衞咁大嘅，有冇房？馬桶、洗手盆、客房夠深，開間夠，放床放衣櫃完全冇問題啊！咁睇下點放啊？你張床喺度打橫又得啊，靠翻個嗰邊又 OK 嘅。咁啊，如果靠翻個嗰邊咧，呢個位置做個 L 型嘅書台衣櫃都冇問題。咁啊，呢個主人房入嚟咧就有一個大嘅衣櫃空間俾你㗎啦啊，跟住直對過咧就廁所，廁所空間都大啊！你真係一齊做嘢都冇問題嘅，睇你做咩啦。咁啊，呢個空間咧就2米床，呢個位置做衣櫃唔夠做㗎嚇。靠牆你再做多排衣櫃都 OK， 採光真係夠。哇！咁樣個陽台真係闊啊！你睇下，我台機放開陽台邊度，跟住呢個手係未掂到㗎。咁即係話咧，去到1.7米，接近2米嘅一個陽台進深。開間咧銷售話有7.5米。嗱，關注我啦！